俗语讲，好天钓船，何来牛？即马来关心水的问题，来看台中的德基水库，即马大甲村安尼，根本无水啊，因为呢雨量无够。据说讲，德基水库的水位呢降真济，伊的水量剩差不多13.6%。大甲溪发电厂讲啊，这是已经创下这个水坝起好启用47年来上低纪录。而且呢，水库逐工拢持续放水，放到什么所在？提供予苗栗、台中、彰化地区的民生用水，还有中科的工业用水。现在阁无落雨，3月底进前，德基水库对无水，完全无水通放。除了德基水库，包括苗栗明德水库，伊的水量嘛剩11.6%，大台湾咱们水库嘛只剩15%。这是台中德基水库即摆模样，水位特别大底，沙洲河道范围继续变化，今要甲规条河川占调花，看到溪口围仔的山土石够打查，原本伫咧水下骹的树枝，把拢铺伫咧水面上。建坝以来第一次碰到的这个状况了，是建坝以来最低的。对，不曾这样。管理单位大甲溪发电厂讲，德基水库的满水位是1亿8700万立方公尺，不过因为受久无落雨，即马欠水量刚存2559万立方公尺，水位降到海拔1342.8公尺，已经没什么水了。德基水库面对大水期，而且进水量含下水量差甲济，逐工进水量刚好达标4吨，下水量煞一要达标13吨。每一天提供竹竿坝跟自来水的，一天大概90万吨，目前一天的话大概要150万吨的水。发电厂讲，为了供应苗栗、台中、彰化的民生用水和中科的工业用水，德基水库逐工继续送水。3月底之前，若是阁无落雨，水库的水地方下了。家己咱们水库同款真欠水，欠水量刚存15%，所以家己即马限制大家用水。因为洗车它水量变小的话，它那个时间就会拉长了。爱用水做生意的业者头壳摸咧烧，讲希望春天爱紧落雨，每一雨紧来，才能解决无水问题。